迎收聽舉手不回，我係白切雞，今日同大家分享3月15日沙田日賽嘅心水馬。第一場5班1002，推介3號全神貫注，奧爾文策騎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表現穩定。5號環球英雄，霍宏升執韁，近期2段速度快，具爭勝機會。2號夢幻進區，上仗做2段快時間，末段表現佳。10號伶俐標區，近期狀態回升，值得關注。第2場5班1006，首選5號神區馬靈，艾杜拿策騎，近期2段時間快，穩定性高。6號常常感恩，艾少禮執韁，近期表現穩健，具爭勝能力。3號武林至尊，近仗發揮理想，末段加速強。10號領航傳奇，近期狀態提升，適合今場步速。第3場4班1000，推介4號攻頂，艾杜拿策騎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爭勝能力。9號金金小子，蔡明少執韁，近期2段速度快，短途發揮佳。8號成好運，表現穩定，末段速度快。2號雷神太保，做出快末段時間，具黑馬潛力。第4場4班1002，首選2號跨境寶馬，布文策騎，近仗做出末段快時間，短途競爭力強。9號英雄戰歌，艾少禮執韁，近期表現進步，末段發揮理想。12號太行美景，適應賽道，狀態回勇。5號信義，試閘發揮穩定，值得關注。第5場4班1800，推介4號金主，艾少禮策騎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長途適應力強。3號八進少星，班德禮執韁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競爭力。2號風火行雲，表現穩定，步速適應良好。14號駕勢奇葩，末段表現突出，可搏冷。第6場4班1004，首選3號開心5月，艾少禮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爭勝能力。2號超旺財，田泰安執韁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狀態穩定。7號超風速，末段表現優秀，值得關注。9號人人有餘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競爭力。第7場2班1006，推介2號陽光勇士，布文策騎，近期連續做出2段快時間，實力突出。5號話你知，班德禮執韁，近期表現穩定，步速適應良好。3號中華盛景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狀態回勇。6號遨遊武士，具短途競爭力，值得留意。第8場3班1002，首選4號健康快車，艾少禮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表現穩定。6號增強，艾杜拿執韁，近期發揮理想，具競爭力。9號魯班精神，做出快時間，適應此情。10號佳運發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值得關注。第9場3班1004，推介5號至尊高超，艾杜拿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爭勝能力。2號太易穩，霍宏升執韁，近期2段表現優秀。12號勇冠群英，近期表現穩定，具競爭力。10號樂勝天下，做出快時間，值得關注。第10場3班1004，首選6號康樂高球，班德禮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步速適應良好。3號同樣美麗，霍宏升執韁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實力不俗。1號信心星，末段表現佳，具爭勝機會。5號爭金奪冠，近期做出快末段時間，值得留意。最後總括心水，今期特別推薦第5場4號金主，第7場2號陽光勇士及第9場5號至尊高超，佢哋近期表現穩定，2段加速強勁，具爭勝實力。祝大家當日多贏多收，賽馬得意。